请问传统的寺庙吼，拢会甲药签分科，啊，请问你若是要看眼科，会当甲倒一位神明求签的？A. 天上圣庙 ，B. 保生大帝 ，C. 神农大帝。我感觉是 B，有一个故事是讲，保生大帝有一届目睭青白。哦哟，我跟你讲，甲神明有关系，问伊就对啊。但到底是不是 B 咧？观众朋友斗阵来摇看卖哦。 A. 天上圣庙 ，B. 保生大帝 ，C. 神农大帝。嘿，60秒时间。哦，这有签哦。大帝应该是咧新农做产的，不是新农是有草的，有草哦，对以神农氏尝百草啦。新庙应该，哎，你等，我先问一下，郭婷你要选啥？你要算啥？你要算啥？哈，我第一个感觉是 B。 啊，天上圣庙甲保生大帝，迄敢若要共的感觉。而且天上圣庙是妈祖，对，系啊，我是讲因的作用。妈祖是新庙应该妈祖应该是看是出海人的安啦，和平安嘛，系啊，是出海人的安呢。你拄仔讲神农大帝是咧有草啊，有草嘛。不过我拄仔嘛淡薄想要经保生大帝，保生是。 唔是，不是，哎，做生牛啦，啊，是你要相信我一届，先买好，这是买好啊，这条有啥贵呢？感觉咧，所以咧，要 B 还是 C？ 你要相信我无啦？小叶，你感觉咧？我感觉是 B， 因为我会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讲，保生大帝有一届目睭青白。哦哟，我跟你讲，甲神明有关系，问伊就对啊。为什么？这边对你是真老师了。也通啦。你想讲话？对啊。我头在想讲，这个故事是不是伊？啊，你 B 啊。安尼见到安尼啊。我听没对啊，我听没对啊。好听啊！不要紧啦，试看卖啦，吼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保生大帝对唔对？你讲伊反指标呢？好，来是无出问啦。机会是1万哦。哦，来，敢是妈祖，因为妈祖有千里眼甲顺风耳呢。一个人讲一个物件。特别讲出来哦。哦，会吗？我觉得是，我唔知，我唔知是保生大帝，我觉得是神农大帝，我唔知，我唔知。因为神农大帝，伊是食药草，是，所以应该是一位会当治病大夫对。看天气。哦，加油！什么？你的时间 C 好，来哦 C。好，你神农大帝。跟我加好药。神农大帝对唔对？但是我也拢无人要去相信天上圣母啦。伊都讲对啊。哎呀，1万呢，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解释，来，老师。好，来，有一点我无猜哈。以早吼，这个医学无发达的这个年代，一般人若破病，伊得去啥？去庙司，啊是这个啥药签吼。啊，这药签嘛真趣味哦，有分啥？分这这大人科的，啊这小儿科的，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眼科拢有哦。啊，因为妈祖啦，妈祖是海神嘛。啊，海边啊那风飞沙哦较济，啊你目睭是咪迄个若是营业的时目睭啊那较无爽快，较无爽快，所以民间就有这种讲，啊你若眼科爱去啊啦，爱去看妈祖，啊若内科咧就去看保生大帝，哦这种方法，嘿，所以咱这条就是咱的天上圣庙妈祖。